幸運沒有眷戀我，還是出世不知揀錯，沒有抽獎還連愛侶的手，拖穩也不可。如有陣勢會幫我，吃飯時神也選過，便會逃離這坎坷。如要黑，但黑都可以勇敢，而黑不等於是次等。我都安守我本分，全力去抗衡。如要黑，也許比雪白艱辛，但我生命力驚人，就拿起盾牌讓世界為這黑武士傾心。出世天意出錯，迷信穿此路連劫數都可輕鬆去跨過。如這命數要選我，凡人如何贊改過，讓我逃離這坎坷。如要黑，但黑都可以勇敢，而黑不等於是次等。我都安守我本分，全力去抗衡。如要黑，也許比雪白艱辛，但我生命力驚人，就拿起盾牌讓世界為這黑武士傾心。若練得金剛不破，如我是何會難過，還要來過必經的一課。如要黑，或者不需要上心，並不需要做判官。我敢披甲在上，像一雙我果敢。如太黑，就當這一秒關燈，靜待下秒再光臨。我會自己發亮，讓世界為這黑武士傾心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喺我身邊咧就係嚟自澳門嘅小雨，歡迎你。Thank you，係啊，咁我哋啱啱聽完咧就係你嘅首派歌唱啦，叫黑武士。咁我知道呢個黑字你都係代表即係少少運氣唔好啦、黑仔啦咁樣。其實係咪真係都係你歌曲入邊會包含住嘅呢個意思咧？其實呢首歌係喺我人生最低潮嘅時候咧，咁就有一班好朋友就為咗鼓勵我，就希望我振作翻，就寫咗呢首歌。咁就同時就希望我可以向我自己夢想出發，咁就所以就出咗呢首歌啦。不過通常咧都係喺啲好慘啊或者好苦嘅啲情況下咧，嗰啲靈感係比較多啲嘅。當你自己好高興、好開心，覺得啊我生活都好 perfect 嗰時係冇乜靈感㗎，係咪先？同埋你係咪寫嗰時都會一氣呵成啊？你將你啲感情嗰陣時嘅感受會砰砰聲咁就出咗嚟啦。會係寫 drop 低晒啲 point 先咯，即係唔好傷心住，等我 drop 低咗先再寫。係啊，咁跟住就係啦。咁嗰時你個腦都係清醒嘅，已經係過咗少少，冇咁傷心㗎啦。其實《暗地裏》呢首歌係一個比較 positive 嘅，即係話俾大家聽。even 到你係遇到一啲逆境啦，咁係振作翻啦。咁你經歷咗呢啲嘢之後，嗰個人係咪都係成熟咗好多？其實經一事係長一智嘅，咁呢首歌我都想宣揚開佢，就係俾大家聽，就係話無論幾黑都好啦，唔好將自己嘅黑仔放大，就係真係唔好，因為喺通常越
越黑嘅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哎呀咩都唔啱啦。嗯咁所以就希望聽呢首歌嘅人就可以自己都會feel 到，可以自己振作翻。唔好將嗰啲好 negative 嘅係啦 energy 將佢放大，咁你就越嚟越黑啦。係啦，係咪先係啦即係可能甩條頭髮都會哇好黑啊！咁你又誇張啲，我日日都唔知甩幾多頭髮。你開心啊嘛！咁另外我都知咧，你都會去一啲學校去係 school tour，去同啲學生係宣揚呢一種嘅正面嘅態度啦。咁你點樣即除咗用歌聲之外，你會唔會同佢哋傾偈咁樣？都會㗎，都會 share 翻之前嘅經歷啦，即係好多嘢，譬如讀書嘅壓力啊，同家人溝通啊，咁亦都經過 school tour 就會同啲學生多咗好多正面嘅溝通啦，即係會有人即係有會學生會來信俾我話點樣點樣，咁我都會即係以一個朋友嘅身份角色會同佢講，其實所有嘢都係應該唔好太 negative 去面對咯。其實過咗去之後，你再睇翻就覺得 OK 啦，又唔係咁大件事，係咪？係啊。好啦，呢個時候我哋有一首歌要送俾大家，挑戰歌係嚟自林欣彤嘅《Little Something》。